树林边有一座中山教堂，村中最美丽的地方，为我甜美的儿童时代，无处比这教堂更可爱。哦，来，碰到可爱的小教堂，碰到树林边的地方。对我甜美的儿童时代，无处比这教堂更可爱。星期天的清晨，我们甜蜜清脆响起，温柔的声音正召唤你，快来到小教堂的你。哦，来，的小教堂，树林边的快来，对我甜美的儿童时代，无处比这教堂更可爱。因你心出现的建造的心，心灵爱的一组和平，惊心动魄满阻挡的先人，我心灵信息高天天。哦，来，高歌在建堂前天来，你的大音心主所爱，惊心动魄满阻挡的先人，我心灵信息高天天。
主啊，这来好早，是这真欢喜，清早是3点当做来礼拜吼。啊，咱迄个位吼，咱尽量来坐较开的啦吼，咱唔坐较遐捌，咱要来看今日所要练的诗歌，咱先来念练圣诗第80首，圣诗第80首，对主耶稣默词，咱请师兄来咱读一摆吼。PowerPoint 第80首，咱若有迄个信息吼，咱会当家己先献第80首，80首咱今日咧准备演的这2条诗歌吼，可能大家较无熟吼。好来，咱来第1节。再来一摆，咱把这个调子唱较熟的一遍来。
时啊，伊看起来开始紧张。上帝啊，你会出来太美真宝贝啊！世间人你是好的，因为你的厝的好米，你着巴着，你也要互因令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换命源头来伫遐，伫你的光，愿你看伊光，愿你常常施出来，互百己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是互心内正直的人，咱担心来用圣诗第80首，为主耶稣服侍，请。
咱家人真有福气。忧伤人真有福气。温柔人真有福气。了最大人国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老龄人的人真有福气。心切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了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现在阮去伫你的圣殿，是因为阮是一群得救、有福气的人。你设计这所来到阮的中间，甲治阮的教会，是阮定是你老出保护，救赎阮世间人的罪，安慰有苦有烦恼有病的人，佮互阮做伙分享耶稣的救赎，荣耀快乐，互阮也通活的时，分担领受上主的使命甲事业。安尼，阮伫逐摆到教会礼拜分享甲领受圣礼时阵，互阮记着口白，平安甲自由，也搁通用伊的名共同分担兄弟姊妹的担当甲忧伤。愿主的圣神充满阮，甲感动阮，引导阮进入教会大家庭，互兄弟姊妹互相疼，互相宽容，用喜乐互相接待，用和平互相往来，用忍耐互相包容，用温慈互相陪伴，用怜悯互相帮衬，用善良互相扶持，用信息互相劝勉，用温柔互相分享，用节制殷勤来结连阮彼此的关系。各愿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阮所流出宝贵的救赎，教阮学习主耶稣的模样来实践，阮所属的东门巴基纪念教会，安尼。伫阮四周边的人，拢会当明白，阮是你学生，阮教会所要做的种种事工，由你祝福阮平安甲顺遂，互阮日子清分主应修无间断，人人努力传福音，变领人来归主。最近世界疫情日益严重，免互世间人来惊吓，恳求上主的保护也通保护阮，互阮平安，因为阮相信你是创造伊完美的上帝。今仔日就是台南市人民的奉献主日，求主祝福台南市人民教育、培育、牧者所做美好的教育事工，互因永远补足因的欠费，了一路中的兄弟。也求主保护因平安来到教会，甲阮三角敬拜。有法度到教会人也会当伫厝观看网络即时的
上帝启示的话，伊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节一直到第3节。保罗甲这提摩太寄码互帖撒罗尼迦人的教会，就是建立地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原领，得着恩典平安。阮有着恁圣人常常感谢上帝，伫基督的中间少年恁，伫上帝甲咱的爸的面前，常常少年恁有信就行做，有真爱就着活，有望有咱的主耶稣基督有分论。以上，当个咱的古牧师也信息是基督徒的信奉派。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来到新南医的这个奉献主日，新南医我这个活动顶头邀请我伫教会讲道，鼓励咱大家都会继续关心新南医逐项的事工。当然，咱嘛知影，这几礼拜咱拢注意谨慎，毋敢讲甲人真接近讲话。有当时咱拢袂了古代的顺手去甲人握手，即摆已经有一个握手做请安啦。咱讲即个瘟疫，即个病毒仍严重，佫袂歹，咱今日伫台湾，咱有享受着全世界第一流的即个卫生的环境，佫咱有真好的即个抵抗即个病毒的即个团队，大家人互相配合，那么伫即个中间恳求上帝。引带咱经过即个真歹讲的即款灾难即款危机，求上帝甲咱正当三个规定，咱我要讲无进就要邀请咱一块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伫你的疼爱中间，我要保守你手术的健康、安乐生活。愿上帝继续扶持阮大家，仰望你的心。领受你的祝福，也扶持阮逐人行达饮食，各方面拢无互歹行。愿阮健康和平，还佫有做手术的平安，伫阮逐人的心。愿阮也常常亲近主，领受上帝鼓励的祝福。以祷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咱所读的圣经是保罗。这个希腊甲提摩太，推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伫迄个所在，保罗伫请咱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恁这个教会是伫咱的主上帝，也是咱的耶稣基督的人民。教会是一个主上帝管辖的，甲伫耶稣基督的文体领受中间的一群人。即个人就是互上帝呼召，伫咱每一个人的生活甲即个教会的各项的活动的中间，要成做咱四周围的目标。保罗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请安真特别，讲愿恁得着稳定甲平安。保罗佫甲因请人讲吼，我常常请人恁遮个信主的人。而且伊直接讲，我讲基督的是少年，是上帝，咱的爸面前，软糖少年哩。因为教会内底人有信就行做，有忍耐就着活，有更望咱的主耶稣基督就分论。而且讲即个，互相地好调来教会，伫咱平常生活中间就是有信，有忍耐，有分论。反正这三项吼，咱常常有看到，这个保罗写伫另外一张批，哥林多前书13章，咱就常听着讲有信、有盼望、有忍耐，其中第一大就是忍耐。那么现在甲这个信、盼望、忍耐，常常鼓励咱家己，甚至有人去广播车就找到一个真水的笔，迄个是写信、盼望、忍耐。
就买这个饼，啥好要厝厝个人，而咱家己厝内底就有这个提醒讲，咱就是信顿饭因来一个团体。我想信顿饭因来，伫基督教内底无间，但系讲真实，对较真水，啊，亲像哥林多前书13章，咱若任何人结婚的时，拢会传入去单，咱相同咧头一段。不过我感觉今仔日所在这段圣经有一个特别的所在，保罗甲帖撒罗尼迦教会劝勉，应该伊嘛去劝勉咱。不咱唔单单讲信顿饭进来，你都要真实表现出信顿饭嘅进来。你怎表现？保罗直接讲吼，有信就惊罪，有忍耐就流活，有顿饭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分论。所以信顿饭进来，用什么表现出来？用惊罪，用流活，用分论。用惊罪、用调话、用分论去表现出咱的信顿饭进。咱今日讲过段圣经，我话对这三项，咱都分享基督徒的信顿饭进来。我想信伫咱团体国家大人呢，咱咧追寻对上帝的信仰，咱咧追寻甲上帝有真水的关系。创世以来，后边来汉的故事，后边来汉。信上帝，结果上帝就跟他随伊讲话，跟他出现来看。后尾咱上帝有一个真水的互动。后来上帝看后尾来汉的信，就来称后尾来汉做义人。咱以后在基督徒嘛共款，咱讲伫上帝听人但因为信上帝，咱跟对后尾来汉头。互上帝称赞做义人。保罗去听吼，这个体验真深。保罗伫罗马人书安讲，因为信互上帝称赞做义。后尾咱因为信互上帝称赞做义，咱在所有基督徒，我因为信互上帝称赞做义。所以信就是基督徒也是宗教团体真重要的一个因素。咱因为信上帝，咱亲近。上帝，保罗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后来就加做咱教会一个真简洁、真简洁的一个条例，因为信称义，因为信称义。保罗谈到伊个时阵吼，伊伫各所在有领受真侪人，就对伊原来信耶稣。这个人就咱分对个保罗讲啊，讲我信上帝，上帝称我做义人。不过，这个信仰吼。变做一个口语讲，我信就称义人吼。有当时啊，每一句话嘛爱甲伊讲真清楚，爱甲讲真清楚。有真侪针对保罗来讲，保罗甲我讲，因为信我就称做义啊。到今仔日，咱真侪基督徒朋友，到甲我讲，因为信我就义人。伊怎定义呢？信就是啥？信就是本来6岁以前，甲小会信仰做伙，然后洗礼了，就等于啦。我咪讲吼，这个时阵吼，咱就要好好讲清楚。伫咱教会逐年咧开课会，咱开课会时拢会甲迄个教会名讲个列出真清楚哦。有一部分人叫做职在人在，讲伊已经洗礼啊，还佫有认真参加聚会。但是佫有另外一张，有当时第二张吼，比第一张人佫较济。讲叫做职在人不在啦。就是讲，洗礼过啊，毋知30年前洗礼啊，伊高中毕业时阵洗礼啊，即摆毋是到迄个啊，然后伊对外口讲我若有洗礼咧，我嘛是信主个啦。结果伫伊个信的顶头，伊表现就是，上帝无哪关键个，离开教会就真个。所以信。因为信称义的信到底是啥？毋是伫教会中咱名簿内底有，毋是。你著爱有天公有惊罪，有正式的这个，我有信上帝，所以我有特别的行为表现。所以，我要搁引出咱来想另外一个，就圣经里讲的，雅各书使徒雅各所写的。雅各书伫创立教会后，是从保
保罗迄个时代，伊对真济教会内底人讲讲，无，毋是讲你信你就先认起来，连到你嘅信爱互你有真好嘅行为甲表现，你才是上帝。所以咱无想讲我洗礼，我有信，我口头我嘴讲我有信，我心有相信，就是哪讲哪讲，哪讲说哪讲。伊讲吼，魔鬼嘛信上帝，魔鬼嘛信上帝。我告诉我吼，魔鬼口头信上帝，但是伊就无去顺咱上帝的道理啊。魔鬼嘛信任上帝有存在，但是伊的行为、伊的动作就是抵挡上帝啊。啊，伊即款信上帝到底是啥物意思？即款信当然甲保罗这个罗马人书讲，因信前伫迄个信无共款。共款即字信，咱告诉讲吼，除非你有真正的行为、真正表现、真正行做，伫信的基础顶头行做，你才是真正信上。所以其实吼，保罗讲的嘛无对，咱国讲嘛无对，但是保罗你讲的信是顺服的信，咱国书你讲的信不能讲口头的信，共款是信。咱都唔通讲做口头的信，咱就爱甲咱的生活、生命行入去真正有行做，伫信的基础顶头有行动、有表现，互正人因为咱所做的好的行为归因于上帝，这是真实的信。所以信我有行做，毋是空空一个嘴说我有信，我有信安尼样。所以这是第一步，保罗讲信我有行做。第二，句话安尼讲，忍耐我要调和，忍耐我要调和。我想咱中间真侪人做老爸、做老母，敢讲真疼物件。啊，咱嘛真疼咱所行做无共款的代志。但是实际上，咱看到父母的对咱的疼，表现什么所在？妈妈，我相信真清楚，由细汉时就甲咱请向大。煮饭、洗衫、代替，爸妈的表现就是讲认真维持家庭这个经济生活，因拢是调和来表现出。我迄个条是敢若空气无钱的，真侪只安怎讲？男女伫交朋友的时阵，真够讲真好听的话，真够讲，讲到互对方的鱼水水，但是真实的定是。一世人，调和就家己表现出来。我想咱若有疼心的人，拢会记得讲，咱的疼的表现其实是为着对方来做代志，为着对方来劳动，为着对方来付出。我有一摆去一个教会工作，讨一个所在，迄个所在不止大，因逐个礼拜三拢有爱餐。结果有个教会吼，组织几啊队爱餐队，啊轮流去煮吼，安尼200人食饭啊。哎，进前我就捌确定到一个长老，已经遮少啦。我伫遐个所在啊，就找迄个长老。后来迄个长老吼，安尼迄个西装换落来，遐坚持啊，啊伫迄个后壁走甲已经插牛啊，因为迄当就是伊即组。有只爱菜，到我看人真济，搁要赶到会做礼拜，宣调以前伊就逐个代志完成，哦，咁认真诶。伊用劳动、用调和来表达对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疼惜。真济，这个物件就是安尼。用你诶劳动表示你对做一个人的疼惜。咱最近中国政府啊，全世界安尼，应该就是安尼。真济国家、真济社会拢真困，咱若看到这，咱的以身付出，超过咱想象着的，投入这个工作的慢慢低啊，预防咱的社会变故有经济恐慌。包括真济人了解研究，跟口罩无共的是，佫有一个叫做国家队，以前就是生理上的竞争，但是即摆因拢无去趁钱，投入去为着生产佫较各种的好的口罩，互咱。每一个人用得到，
伊安怎表示伊对台湾人的偏心，就是用无同，伊用个无力、用理性的考虑，所以人来的表现啥？人来表现对话，所以咱唔免谈到认真，咱时间用咱的精神、用咱的体力，投入去对话中间来做法，这是先天大事。所以爱唔是更多嘴，爱是更多言论、更多对话。那你看讲，那更把咱的治疗所比较，都爱做对。更方就是对教会看到的代志，咱就平台；啊，对迄个代志，咱就认真。更方伊是迄，但是伊咱也要考虑到，这种经历就是对。我相信咱中国嘛真侪人有更方，更方咱家庭，人甲人关系变好个。我头仔讲过无好听话，毋知有读书有啥机会会好解，会搁相见。但是你都要承认。袂晓分论吼，去袂着。圣经内底讲到即个浪子的起处，讲一个查甫两个囝，伊的第二囝拢要分财产，伊就分互伊。结果第二囝就出去放荡，把遐个财产输了了。圣经记载即个后边，期待伊的囝回头，盼望伊的囝会当回心。伊个老爸只有安怎？逐工徛到门口，偌真难，偌真难。转两年，看两年，看讲迄条路，是毋是伊个囝回头定你来转？迄个用分论来更愿望真自然。咱嘛，伫生活中间，也做一个信主的人，也做上帝主义。咱嘛做真侪代志有愿望，但是对你的愿望，我更多。高分论的中间，迄个就是咱无法度去随便伊的时间，照咱的意思来讲，迄个时间就是咱通控制。变做分论是上帝先出来的，对愿望的就是。所以爱有听，有愿望，有理解，伫咱的生命中间这样物件，拢咱需要去付出。咱知最近这个病毒的严重性。互全世界各所在拢伫封城，封城是啥物？就是讲已经控制袂好势啊，所以要求讲即个城互咱莫走，来封起来。但是咱看到各所在呢，迄个破封城即个吼，真侪人拢紧走，因为惊讲我继续住伫遮，我袂了就对。咱知这个武汉病毒吼，伊1月20几号时阵。封城，结果政府讲我要封城的迄个时阵，前一天话讲要明仔载要封城，到真正封城的时阵，武汉这个所在讲500万人走了，走出去。结果呢，这500万人就甲病毒，就咱刷去把伊封起。去南京，去北京，去上海。去杭州，后来就变做为个中国这个武汉病毒的大爆起来。同款的代志今仔日佫发生伫意大利，佫发生伫美国，佫发生伫伊朗，所以变做真严重的病例。咱知病毒，逐个人拢惊惊，大多数的人拢会想讲，我赶紧闪起来，走出来把安全措施。但是真有可能咱已经条件。我要讲一个故事，这是英国发生，实在是17世纪的落尾，17世纪1665年，伦敦有一个大瘟疫。这个大瘟疫吼，到落尾人统计起来讲，伦敦差不多有1万人死去。哦，这真严重诶，50%的死亡。因迄个时阵就无惊阿妈医嘛，无啥物，就是上倒是。离较远就离较远，所以伦敦开始瘟疫开始发生的时候，真侪人走。当然嘛，因为安尼咱过去吼，即个瘟疫产生的时阵吼，拢真凄惨，各所在啊，有人到伊个所在啊，袂了去。迄个时阵伦敦有一个地步的人，报销，伊就全部拢行李票，吼，
所以伊就想讲我来走啊，是走，我就来去顺我的身体去嘛。啊，伊就咱第一步，啊，一只车走去北面，啊，到一个小的乡村，这个乡村叫做阿母。这个乡村哦，拢总377个人。伊入去到地方村的一个裁缝师领导，啊，甲讲互人。结果伊就对伦敦甲乌斯病关于这个裁缝师领导，裁缝师领导的部分开始4个人倒去。后来这个377个真起来，发现讲啊，伦敦的病毒已经传咱地啊。已经传到咱遮，开始从咱咧倒，真侪人开始出代志啦。迄个时阵，大家拢想讲看来走，甲有法的人办法。大家拢想要走，迄个所在牧师叫做威廉，伊叫声大家人来拜堂，啊甲中条来讲好听。咱中间真侪人拢想要走，但是吼，咱这个发病已经发出来啊，就是可能咱吼还袂较重，但是咱拢着病啊，咱若走吼，别个所在有更较广泛的健康的都市，就拢互咱污染。伊这个小小的村吼，377个人，拄是南边英格兰甲北边英格兰的共归。咱若去南边要去北边，我不一样。这个牧师甲正大家讲。咱唔通来分裂，因为咱是要逃走，要看我看。以后请所有的人基本做伙亲近上帝，然后你只讲我要走，我走要哪？咱互分裂，咱到踮咱中间倒下，然后善良水好一点。无条件，咱所徛起的这个所在，北平遐人了会当真健康生活。伊的会议听无输的，就是因伫迄个中间决定讲我拢来走，然后伊迄个农村的北平，家己只有在遐做一条墙，甲墙写清楚讲北平人歹做，南平人歹做，但更嘛善良老理。人间的活动，这个牧师嘛邀请所有兄弟姊妹讲，咱其实吼，知影咱中间一个拢会倒落，但是若上帝水的旨意跟着，这个水就是咱中间。伊邀请兄弟姊妹做想讲，上帝水的旨意伫我的心中是真关键。然后伊嘛邀请兄弟姊妹讲，咱中间无人一个倒。咱是毋是互咱家己写，遮你的方法去写信字？这个牧师伊家己先写，遮我的方法写，阮甲善良留伫即世间。后来右边4条伊排落去，阮甲善良留伫即世间。还有其他真侪人拢写你个方法，只咱知影这个代志，因为这个代志，这个村，今仔日你会当找，曼彻斯特。在丹南边的差不多，400迈的所在，曼彻斯特地，从叫英格兰北边一个都市吼，伊的丹南边，啊，甲伦敦的中间，迄个所在去遐看到一间礼拜，看到礼拜后壁的墓地有真侪墓牌，迄个伫遐摆伫遐是，你看到迄个讲，一六9年过生日，1668年过生日，迄拢是礼拜文艺的4月啦。因个墓牌一写什么字？一写阮认同善良比大一切拢不通尊贵，所以你努力善良到死即世间。大人讲不爱搁讲，温馨四上。这个故事后来伫英格兰受到真侪人感动，伊嘛把这个做一个记录，把这个做一个纪念教会。为着我要互更较侪人思想，因家己医生来走，伫迄个中间面对病毒，
跟这个问题回避的时阵，这个377个这个旅客，剩37个人，剩37个，但是这37个人，因嘛互这个旅客后来继续发展。因所做的努力，你可以找成功，比人咧多想多命搁较重。我是讲圣经互咱的道理，圣经互咱的道理是讲，你面对灾难时，你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你有甲其他无信主的人身份无共款。圣经就是讲，咱信就惊罪，忍耐就有活，不望咱的主耶稣基督就有论。信怎能忍耐？咱知影真重要。伊的表现，伊的通过伊的惊罪，伊的着活，伊的吞忍，咱甲信怎能忍耐？分线的人生。这是杨木村的故事，你有机会，我最近这礼拜刚伫 Facebook 真侪人甲这个故事传播。我相信你有机会，现场是你甲看啦。迄个讲咱基督徒啊表现，伫即个困难时阵，无好的经过中间，安怎去为主做见证？信受惊罪，忍耐有活，更望咱主耶稣基督顺顺，更望主鼓励咱家己，叫后来遇到。主上帝感谢你，把圣经的话读完。让我领受，欢喜消化，欢喜得到活命，圣经活化的有活命的话，伫我的心中时阵，我嘛很努力，伫我的生命表现出上帝手术，信更望忍耐。主啊，鼓励我伫困境的中间，搁较重要，会晓把握上帝手术，当然善良、忍慈。强基，因为主爱我，咱来中这个进步。愿上帝继续鼓励我家己，伊倒对耶稣基督信。咱就是这个人生的纪念日吼，我代表人生甲咱请安，咱夫妇拢继续是咱继续来这样。现在因为已经真侪所在咧进步，我相信咱吉祥方面。常常常对新人的这个教育，今仔日做一个这个规定5分钟，咱来看看。台南新学院是台湾上早期的西式学院，源自1869年李秀牧师以及马雅各医生，分别伫高雄旗后、台南府城所设立的传道者养成班。1876年，巴克利牧师佫将2位合并做府城大学，而且适学校伫台南东门路一段即卖的所在。咱伫2年前就得到政府的立案，开始有叫做南神新学院，有2个研究所，一个是神学的研究所，一个是基督教的研究所。神学研究所就是培养将来要做去教会牧会的牧师。基督教研究所有2个组，就是即个教会的音乐，甲宗教社工，伫教会牧养的牧师，有伫教会即个礼拜。即个遮的工作人员，是牧者，过来咱有做社区的计划，通过社工的专业做社区的计划，比如长照啦，是小朋友的服务等等。台南新学院150多年来精神传承，伫南神受神学教育的师生，拢有敬虔、本土认同，也会当以现代文明对话，以听甲公义，回应上帝对现今台湾人民的拯救。
林东本土，伊叫做主经化，就是要安怎伫台湾这块土地来实科这个神学教育。所以阮遮的神学教育阮拢用台语咧上课，用台语咧礼拜。当然学生因有对原住民无同款的背景，因伫私下会当讲因的母语。南神神学院以培养接受上帝呼召的基督徒，借着信仰群体切磋、激励、反思、关怀以及行动，养成互信、互爱、互忠以及健全人格基督仆人呼召的基督徒，以做好台湾教会与社会回应上帝之爱甲救恩。这间学院上要紧的精神是伊的图书馆，咱真无容易，开始伫3年前开始兴建这个图书馆的计划，伫去年甲伊完成，嘛开始咧使用。虽然阁欠差不多1亿啦，所以阮即摆有一个计划叫做奇异恩典，就是祈求有1亿的捐款，的这个恩典，就是讲咱毋茫伫3年到5年有100个单位，还是100个人伫3年到5年中间为新人院奉献100万。图书馆会变做校一个真重要学生学习的所在，鼓励因去读册，鼓励去提升。伫2020年正月14日，南神神学院新城隆中举办第1届毕业典礼。头一届学生伫行出神学院了后，需要一个无偏见的神学心灵，以新的眼光甲宗教以及社会对话。我想，这个学生伫这个所在的训练，就是互因对神学的部分，互因会当认捌上帝，知影这位上帝是真个活的上帝，嘛对认捌上帝来认捌家己，看到家己的有限，看到家己的软弱。台南神学院对于本土化的神学教育是非常用心跟扎根的。那我们也始终相信，上帝在台湾这个国家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要去挖掘、去发掘，也是未来我成为传道人以后要不断分享的故事。会当来到神学院来受训练，是一个上界有福气的。因万达伫这个所在环境的好，佫会当伫这个学校看见侪侪这宣教师，侪侪历代的这信仰，的这好的长辈，因所留落的信仰，会当真侪因真大的帮助。所以我相信讲，互因伫思想的顶面会当更较空阔，互因伫因的服侍顶面会当真做一个安尼更较会当有影响力伫这个社会。学校是在上帝的里面，可是展现出自由的宽度，这个反映在我们的校园生活，反映在我们的学习课程里面。同样的是，学校在自由里面要求的是自律，这个看似很矛盾的，可是在上帝的概念里面，这个是可以去实践的，这也是我们学生的生活。我发现其实自由以后，学生就会自律。宗教徒对神圣的敬虔，必然展现为对苦难与弱势关怀，甲对公义的献身，而挺身对抗集体罪恶的不义。阮的学生拢鼓励因毕业了到伫收派到伫乡镇啦，到伫海边，帮助遮的弱势团体，特别咱知足侪庄脚有迄个隔代教养，引起了威信伫即个所在，所以从迄个耶稣的即个愿望，咱讲希望工程啦，带互即个社区，所以咱有即个对加里文来的敬虔。苏格兰的这个时代的这个启蒙，甲有普世的这个教会，甲临东地乡土这款的精神，这是咱新学院的这个真要紧的精神。
行咱最后的奉献。
第三点，3月22日本周日起，请兄弟将汽车甲机车拢放伫对面社区活动中心。第4点，防疫期间，教会可能伫办公室上班的时间暂无开放。那兄弟有事热情期待来办理，请伫大门口拍教会电话，感谢大家兄弟配合。第5点，因应防疫的需要，对本周日开始，教会每个礼拜伫的时间公布伫 YouTube 来直播频道，请伫本帮来找台南安门华基纪念教会，也是扫描 QR code。因呢，迄个防疫的这要点，拢总7点，大家来注意看。具体交通，本教会工人员牧师已经伫3月21日带领20站举行台南中会总、新丰教会总仪式，下述感谢教会牧长勇接会友的关怀，愿祝安慰祝。教会消息，台南市国教部的管理委员会因应全球疫情的流行，甲挂入并周全考量的今年的扫风会决定停办。下面一寡奉献，咱家己的规划若是有差错的所在，请大家来干出来订正。第12日、13日，我有当事工的兄弟，请恁特别来注意。咱做伙来研究。以上的咱下辈的面前，等少年应有信教。行做有亲爱，就我有盼望，咱的主耶稣基督就分论，咱做伙来读拜开始。以上的咱的面前，等少年并行做有亲爱，我有盼望。接受对家，相咱个拜，以上帝咱的面前，等少年并行有亲爱，我有盼咱的主耶稣基督就归了，接受对家，就一张。这个时阵要介绍我手中并无有迄个来请等牧师来介绍。欢迎这大家平安。咱所见嘅当年话牧师咱下晡3点伫咱遮听堂，举行台南教会中会总，以及新丰教会的教会总，拢伫咱遮举行。感谢弟兄来参与来效力。今仔日这个家属，当年话牧师的第3件事咱的志奉结束，大家结束哩，该安来大家多谢，多谢大家，谢谢，感谢。咱都听到四重山出水吼。就是要来参加，真好听。剧专卡吼，就是广播社。较早，于牧师是广播社做社长嘛，吼。即摆有组一团去模范献诗，后来去舞会较多年，有办个13啊，即摆去组票吼。这个所在是安尼
看赛季教会但体谅年乐是我的老朋友。这两年我较熟啦吼，最好的朋友叫丹丹，较早伫中营桥，我讲一项开始有地方管，因为太早的去了吼。较早台南市中学教职员垒球比赛，就是伊打击奖、放球全垒打，互中中哦摕冠军。我印象足深。后来伊过过来中营大学做单工，所以足好啊，感谢主。啊，也佫有一位曾明进英乐嘛是迄个看赛季教会，啊，佫有一位蔡宏文兄弟结婚教会，欢迎常常有机会听到恁的歌声，以上。因祝福在天的诗歌360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祝福大家。亲自互你一天加权。各位你伫咱的耶稣基督过来时，得到保全无同样。愿耶和华上帝用伊的名分叫你，愿耶和华上帝欢喜你看顾你，愿耶和华上帝守持你平安。阿门。